头恰呀呀，套中老的跳呀呀。哦，干嘛呀？是了，可是阳光真好，下去。对啊。总比下雨好啊。哦，个水头啊，水头。哎呀，让我刮水头啊。哎，对啊，目睭真好，伊讲跳冬瓜茶。啊，真正有冬瓜呢。哎，阿姨虾有果肉，有果肉啥？叫你讲当归茶。就是当归茶啊。没有果肉啊。对啊。来牛。来。3杯。来。这坑雷梦了。我呀，恁咁十去，哇，足赞！真的呀？你看下个。马甲个。当归吧。果肉啊。当归吧。一般睇你嘅物件，你嘅食材就伊煮的，就伊讲的。这甜的。挺好吃，挺好吃。别讲太甜的。对。它有加柠檬，然后综合那个当归的甜味，就很均匀，这样不会真的，因甜。为平常喝冬瓜茶，你会觉得有点那种藤丹，那样腻腻的。那种藤丹对，因这无加藤丹，那喝起来跟台北那个不同款。遐拄啊好有一件是遐哩了。这不等你炒吗？哦，你炒当归。大概你好。哦，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我这边炒当归，这款甜的全部是当归，是因为咱买一个韩籍的。对，韩籍香。这吼就是咱传统百外冬前的当归糖的伊个制作的过程啊。啊，这个当归茶吼，伫咱台湾已经有百外冬的历史啊。咱即摆伫咧啉的这吼，啊，这个当归糖吼，咱要做甲当归茶进前，咱一定要先甲伊做成当归糖。咱台湾人伫农业社会百外冬前，啊，你知影吼，日产因咧劳动，伊个体力消耗足大，啊，所以你就要补充水分，来补充营养，啊，蛋白质。啊，这时阵因为咱早期的台湾无遐尼富裕，啊，所以咱古早的阿嬷吼，因就想出把当归切切的，啊，即马染一寡咱台湾的泥沙，啊，就安尼慢火安尼控，袂当染一滴水哦，因为咱当归吼，切下拢是水，啊，即马伊会出水，啊，豆豆仔控吼，伊就说下咧食，啊，豆豆仔壳，豆豆仔打，一定要炒偌久？8点钟左右。8点钟。嘿，伊即马把这个当归糖泡做咱的当归茶，唔惊会当吼，咱继续搭补充咱所体力流失咱的迄个热量、蛋白质，拢伫这杯饮料内底啊。当归嘛有蛋白质哦。补充水分啦吼，而且吃的嘛是共款会饱，会有饱足感啦。是啊，所以嘛。啊，这摆安尼食的。这样子。啊，因为这个皮我下掉。这皮吼，伊是上较有营养价值的所在。啊，伊嘛是咱中药内底紫草化痰的药草之一。哦，对哦。所以吼，对啊，我两个啊，喵喵。好食呢。而且咱这是还袂差吼。是大家拢来试拉一个。你当这阮来遮做义工了。啊，咱来感受一个咱古早的迄款的心情。啊，讲有啥物要注意的？主要吼，咱这个咧煮的过程中吼，咱就是爱拄点来并一下。因为你若无并吼，点了就掉点。啊，你这就用爱心。这点内底有偌济当归？几条？几条？差不多拢一条，因为咱当归拢。安尼才一条尔。这一条啊，因为伊会吸水啊。啊，糖放偌济？糖一般拢放少少啊，会当用赤刷。啊，若毋适合二刷的目的，就是要互伊当归茶愈天然愈健康。您这个定义就能接受，就是很清甜，清爽的，清爽不腻。对，也不会觉得很甜，做代替按哪来的？ 8点钟你一个人啦？一个人啦，啊，我大约20天。有少年吼，人讲我冬瓜王子啊，你冬瓜王子啊？变冬瓜阿伯啊。所以吼，咱咧来过程，咱就知影讲，所以它会有重量。咱较早阿公阿嬷吼，伊特别喜欢用这杯当归茶，是偌里啊无单单，你当想着讲，多用一杯啊，这把你未出当做物件是头壳啊。哦，对啊，你我是好笑啦。你这么就用的对吧？对啊，你这样。我这么来。工作了受啊，唔能时间就讲。这食的菠菜沙律水手哦。当，哦，已经能量哦，已经当归茶啉到冲力急上来。有爱胃会较拉，胃会较啊，你若感觉这歹用，你用手要紧，用手咯。你用手甲拉。白沙掌啊，你唔是练过？哦，你看白落啊，足出来的，啊手都会穿呢。哦，你来你话你别杯啉落，你嘛杯你杯无啥冲无法嘞。你袂歹哦。拄则啉迄杯，甲你讲过啊，你是要？我就是啊，我这杯还袂啉了啦。你这杯啉嘞，先来迄个听我拉你3点钟，我你讲。
哎呀，你看你多点下来，我认阮足袂吼，像咱这阿伯时代吼，当时啊，阮若咧拉的时阵，啊伊就鱼片就芳，啊伊就挖过来，啊问讲，少年啊你煮这是啥物啦？我老讲吼，这是川好，老板，啊嘛，较济时代吼，来，伊来遮定定来遮看，伊就讲，你这我较早细汉你食的我食的当归，这是当归糖啊。当归糖。其实这我感觉就趣味的咧，因为我头拄一直遮拉嘛，哪拉我哪看，哪看靠的人爱经过。比如讲，咱是外地来的，咱经过看，伊在创啥？啊，你炒啥物啊？你来看。所以说介绍传统台湾传统的物件是啥物？是安怎做的？我是感觉就袂歹啊，因为即摆囡仔真正拢唔知影，咱是大人辛苦，这真正无简单嘞。我差不多8分钟吧。太快了。对啊，伊要拿8点钟诶，厉害嘞！啊，你老妈袂忝啊？嘛是忝啊，要哪要做？但是吼，我一直感觉讲吼，伫咱即马时代咧进步啊，但是我一直感觉，即种的当归茶的口味吼，就算是经过100外冬，依然就是互人会怀念，是较早阿公阿嬷细汉的，所以我有责任吼，要甲即个好滋味甲传承落来。感动！为着这吼，我一直在跟你翕相啊。那么阿爸无袂教这个囝。伊